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为2月24号开始，伫12位社福中心成立居家隔离甲检疫关怀点，提供专业的社工，针对受到隔离甲检疫的民众进行电话关怀以及物资协助等等的服务。市长黄伟哲4号上午特别前往永康区的关怀点视察，也关心为了辛苦的社工甲志工。那第7天再加油一下，再一半已经不到一半了哦。市府有感接受隔离，或者是检疫期间民众的不便，除了民政局每日进行的健康关怀访问以外，经动员社会局12处社会中心设立居家隔离检疫关怀点，投入81名社工，针对目前接受隔离以及检疫期间民众的关怀服务，以社工的专业安抚民众不安的情绪，同时嘛关心民众居家隔离的状况，提供物资的协助。将来可能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人，可能还会陆陆续续在增多。那目前为止，虽然由这个公所的李干事来做每天的这个关怀，但是在心理上，我们还是希望有专业的志工来为他们做心理上的一个辅导跟关怀这点是跟一般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高兴，也很感谢民政局、社会局，他们能够让台南的这个居家检疫隔离关怀点这个能够先于各地来先建制起来。那将来如果这个发生大规模的比较让人家这个担心的这个社区感染或社区传染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隔离跟检疫的人会增加很多。那我想说，让这个隔离跟检疫的人避免他们心情受影响、心理受影响到处啪走的话，我们多关怀他们，那个是应该的。另外，针对弱势民众，协助因解决3项基本的需求，社会局嘛结合统一企业社福基金会以及资助基金会，提供生活物资，做伙为居家隔离以及检疫的民众加油打气。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虽然伫开学进前，中央甲地方拢有启动校园防疫工作，包括考案、酒精、甲额温枪等，毋过只有予教师甲学生使用，并无将杜工纳入配给的范围。议员李宗翰、吕维英甲蔡小薇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将学校供餐的杜工甲团膳业者也列入考案配给的名单。议员表示，目前中央配给予学校的取案，拢是按照学校的人数比例来作为分配，毋过只包括教师甲学生，学校的督工并无包括在内。因此，议员李宗翰甲吕维英就表示，不但要将督工来纳入，甚至连团膳业者嘛拢应该列入取案的配给名单。它是以宿舍管理人员、护理人员、教官、校安人员、校工还有保全人员等这一些啦吼。那代表说里面其实没有明确提及所谓的厨工妈妈。那这个数字呢，我想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现在台南市有169所国高中，那其中有超过700、800个厨工妈妈，服务的超过10万个国中小的小朋友。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一个防疫的漏口？因为这些厨工妈妈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到这些口罩。不管是团膳业者还是厨工业者，虽然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里面，一般都是在这个烹煮配送的过程当中，他都会来这个戴口罩，但是呢，它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或者说现在要用的这个医疗的一个口罩。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很有可能是透过厨工，也有可能透过团膳业者，他在这个烹煮食物或配送食物的过程当中，他进入了这个校园，有可能带来相关的这个传染的一个途径。所以在这边我们很严肃的也请教育局来
提出一个相关解决的配套措施。另外，议员蔡小薇嘛指出，伫顶礼拜卫福部已经针对团膳业者做出放宽，其中以台北市为首的11县市，95间的团膳业者，大约8000人，拢有得到喙暗的配发。毋过，到底敢有涵盖台南业者？议员嘛希望教育局爱详细调查。教育局这边是否有去这个检视每一个业者在我们台南市有没有漏掉、没有领取到的？那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不管是校门口进来量额温然后酒精消毒或者是勤洗手这一些，还要避免的就是这个病毒从口入啦，病从口入这样子。所以当他们吃的东西，我们也特别希望教育局这边要来重视团膳的业者，甚至是我们的厨工，他是不是都有充足的这个口罩的佩戴量可以使用？对此，教育局学府校安科的科长陈宗阳表示，因为目前提供学校的喙暗，拢是讲紧急来备用，加上拄工的喙暗，主要是以主者的安全卫生为考量，甲一般防疫无共。毋过主者的过程，也是会要求所有拄工一定爱挂喙暗。目前嘛，和学校其他的教职员工同款，以自闭为原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针对未来有可能出现学校停课，市府教育局特别规划线顶学习。4号上午，市长黄伟哲也透过脸书直播来分享这届线顶学习资源甲使用的方式。现在虽然已经开学啊，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在持续变化。市府教育局为了因应未来可能会发生停课后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现在也提前规划了3种的线顶学习的模式，同时也甲3间的出版社合作，提供学生免费的线顶学习的资源。4号上午也有着市长王伟哲透过脸书粉丝团的直播，向大家介绍这的资源。今天很高兴，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公司协力台南自学超给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其实这个活动是一个演练，演练什么呢？演练万一在防疫期间如果需要的话，在学校停课的情形下，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学生们在家自主学习。那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些书商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一个教学资源给释放出来，能够提供这个网站让孩子可以自主学习。其实现在网络上是有一些自主学习的一些骗子不过他们都还没有跟我们的课本扣连在一起。譬如说教到三角函数，他们会找老师来教三角函数，可是问题是这个三角函数并不是课本上的一些教案跟案例，所以直接跟课本能够扣连的，就只有从台南市的自主学习先开始。所以呢，我们觉得非常感谢教育局资讯中心，还有许许多多老师、校长大家的协力，还有感谢我们这个出版社他们的一个协助，能够让我们孩子的学习不断电，孩子的学习不中断。同时，市府也有提供6000台的平板电脑，要让厝里无电脑的学生也会使伫厝里来学习。如果没有平板电脑的人我们也提供6000台平板电脑，可以让孩子可以使用。所以在这段防疫期间，我们建立了这个教学国家队，就媲美口罩国家队一样，可以让孩子的学习得到充分的这个学习权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我要带着非常感谢的心情来谢谢这些出版社以及学校老师的努力，大家一起齐心来保卫我们孩子的自主学习。教育局也表示，将会持续向中央争取，并向民间募集设备甲资源，避免未来停课的时阵，学生的受教权会受影响。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妈妈为韩国大邱回来，带查某囝先后到安南、奇美甲省大病院要求自务封杀，结果被拒绝。说抱怨查某囝好亲像是医疗人球。后来除了病院甲卫生局有回应澄清以外，市长黄伟哲嘛伫个脸书播影片，小停病院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嘛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乐。对于媒体报道，一位从韩国大邱回来台湾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要到台南市的3间大型医院要去打预防针，结果被拒绝的事情，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其实有必要在这边做一个澄清。
因为这个跟事实是相当不符合的。这个母亲本身在大邱不愿意去打，孩子已经到了该打预防针的时候，要回来台湾。我们台湾的这个大型医院现在全力在做防疫的准备，跟防疫无关的这些预防针，这个事实上是可以到卫生所或者说诊所去施打的。那这个不是针对某一个母亲，是针对所有的市民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讲，我们真的很难接受。我们的卫生局人员在第一时间他来申诉的时候，我们就劝导他去卫生所打预防针，可是那个妈妈是拒绝的，而且要求说他隔2天要出国，必须要到大医院打，而且马上就要打，要不然他出国的时候，孩子因为打过预防针之后会发烧，可能会被他国拒绝入境。那一切都是只想到他自己的便利，可是整个防疫的措施他都不愿意遵守。再次讲一遍，非常遗憾的，我们不希望这个防疫出现破口，我们希望防疫大家一起做。那把医疗人员的这个辛苦不当一回事的行为，我们是不鼓励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贯彻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所给我们的指示。大型医院他们现在就全力来做防疫，跟防疫没有相关的轻症或者是这个打预防针的这个部分，都是由诊所跟这个卫生所来分摊。我不管你从大邱回来，或从哪一个国家回来，或是谁，其实这个整个政策是一视同仁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还是要替医疗人员抱屈。这样的一个误解，也是对医疗人员的一个士气的打击。我们表示遗憾。那今麦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为了让消防人员甲救护人员会当更加了解正确的防卫驾驶，市府消防局特别举办全国首创防疫驾驶训练，市长黄伟哲也亲身主持开训典礼。这个非常特别的设施，一启动就会使看到车辆一直在转。这是市府消防局伫4号巷口所举办的防御驾驶的训练，模拟车辆拄到车祸并车的状况。会长也介绍了救护车顶消防车辆拄到车祸的 SOP， 以及展示了上新改良的警示灯等。市长王伟特也亲自上车来体验。
重回到重获新生的感觉。头会晕吗？还是会？我觉得顺时钟比较重要，所以我刚刚第二圈在做了顺时钟。顺时钟哦，顺时钟哦。对，我们刚刚但是有时候，但是不管是逆时钟、顺时钟，我都感觉那个安全带保护到。那对啊，身上的零件它掉光。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习惯戴安全带的人哦，或者是说交通违规的驾驶的人哈，其实如果被抓到没有扣安全带，他们应该来受这个的训练，来体会说安全带的重要性。那如果将来我们还有那个行有余裕的话，也可以让那个小学生，或者是说让这个学校的人可以做一些这边体验。哎，我现在有点晕晕的，但是啊，对，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个人体验才重要。其实这个设施伫国外已经非常的普遍，企业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更较侪人了解到风雨驾驶的观念，也要知影用安全带的重要。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转，其实它的转速是非常慢，可是实际上事故发生的时候，转速远高于这种。那所有乘坐过一下车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一定要绑安全带，因为在里面你就可以实际体验。那这个概念其实国外已经盛行很多年。那我们是有教官到国外去参加比赛回来，然后把这个概念希望在国内能够来推广，使用让也就是交通安全除了防御性驾驶之外，安全带是保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消防局也是希望透过这项的教育训练，加强消防人员的风雨驾驶的观念，让因伫执勤的时阵会使更加安全。台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市府民政局甲地方法院合作办理诉讼程序失信咨询服务，伫今年3月份正式上路。民众只要打电话预约，就近到区公所或者是地方法院的驻点，就会当伫线顶得到诉讼程序点问题协助。台南地方法院为了落实便民，结合台南市政府的资源，应用网络科技，建立诉讼程序的视讯咨询服务系统。日前伫台南地方法院正式启用，由市长黄伟哲甲台南地方法院的院长董武全共同主持启用仪式，让民众伫电脑面前就能得到司法的协助，除了提升行政效率。另外，选伫防疫期间来启用，更加有意义。其实坦白讲，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措施，而且让民众减少很多舟车劳顿。现在正逢防疫期间，所以有时候这个法律咨询，就是律师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法院的人员近距离跟民众接触，坦白讲，在防疫期间已经是不当的。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视讯服务的启用实施之后呢，在防疫期间过了以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沿用。好，那这部分是蛮好的，尤其台南市幅员那么辽阔，那我们总共有13个区域一起来启用这个跟法院配合。那很多年老的人、很多年长的人，或者是说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说距离遥远的人、舟车劳顿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系统。那可以第一个大幅提高这个行政效率，第二个减少民众的舟车劳顿，第三个在防疫期间又可以减少这个感染的机会，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高度的肯定。台南地方法院院长董武全表示，根据民众现场诉讼程序的辅导经验，大部分拢是询问诉状要安怎来填写，因此未来将参考科技法定的理念，精设所谓实物的点名机，真正达到视讯咨询来取代现场咨询。我们今天的启用仪式，只是所有的设备只是一个初步的雏形，未来我们还会跟台南市政府在深化我们的服务的内容。那特别是以我们诉讼辅导科的一个经验显示，那大部分来现场来要求诉讼程序的咨询，绝大部分都是要求如何协助他填写诉状。那这个服务只是透过目前的设备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将来在设备方面会增加一个所谓的数位的实物摄影机。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将来我们这一个法院端跟远端的一个咨询端都同时有
这个画面可以呈现我们的文件，那这样我们在诉讼辅导科要提供他们的服务就更到位，也更符合民众的需求。这项诉讼定序视讯的服务采取预约制，目前市府开设伫个较偏远的13个区公所，以及地方法院、柳营甲新市2个简易亭来设立服务据点。有需要的民众拢会用就近向区公所或者是地方法院来查询预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老病院积极推动小儿科医疗较好品质，除了是区域病院当中唯一有24点钟的儿科急诊专科医生来看诊以外，佮提供新生儿转诊外籍服务，来守护台南市囡仔健康。虽然国内少子化小儿科急诊的运作愈来愈困难，不过新老病院徛伫上帝厅甲专业特色医疗角度，颠倒注重小儿科。除了维持24点钟急动症的治疗，拢有儿科急诊专业医师来看诊，嘛甲济诊所合作，提供转诊外籍大院，成为区域病院唯一的服务项目。我们新楼医院因为是教会医院嘛，所以我们是以妇儿科为主，所以我们的医院的话，一直以来秉持着说，我们的小儿科的急诊都要24小时由小儿科的专科医师来进行看诊。那目前台南地区的话，除了成大医院，就我们医院有做到这个地步，包括奇美医院都没有。那其他的区医院更不用说啊。所以就因为一个小朋友，其实小儿科来讲，他不能用一个比较小的大人来看待，他只是一个另外专门的一个专科，所以还是要由小儿科的专科医师来看小儿科的急重症的话，它相对会比较对小朋友的医疗品质会比较有保障。新老地因为小儿科急诊医疗的处理做出无同款的特色医疗，嘛，互每一档的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到108年的统计已经超过95%。我们都有做一些所谓的满意度的调查，那我们的急诊的满意度，急诊儿科的满意度其实都在90几% 以上，家属对我们医院的反应都还不错，包括等候时间，包括医疗品质其实都有90%多。那如果之后经由急诊住院到我们的病房之后，我们病房的满意度更高，都可以到95%以上。新老为了完善的小儿科医疗服务，不断努力，嘛希望让市民了解，一旦有需要，会当好好来运用该院的医疗资源。台南新闻管及何秋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有时在云底将阵雨的天气，温度18度到23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3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